所谓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毋过随之而来的是，互所谓金钟的危机。台南市教育局特别以此为主题，翕一支影片，邀请聪明国中的学生来演出。小何，我最近玩游戏时认识一个网友，然后呢，我跟他没有在游戏对话框以外聊过天，可是他却知道我 IG， 还知道我读哪间学校。啊，你的 IG 连我都找不到哎！别闹了，我认真在问你，我是不是被网络跟踪了？这部影片讲的是学生伫网络游戏当中，因为点击网友提供来路不明的 APP 连接，拄到网络跟踪，学生因为互网友骚扰，非常的惊吓。在网络的交友中间，不管是线上游戏或者是其他方式来认识这个我们的同学，那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居然能够找到他的 IG 能够而且甚至知道他的各自就读的学校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拜数位科技之赐让许多比较能够了解或明了或运用这个数位科技来遂行他自己的一个犯罪意图。因此呢，我们作为师长，或是作为家长，或是甚至我们的政府机关、教育机构，我们都有这个责任，能够帮助我们的同学，以免等到他已经被跟踪、被骚扰，甚至陷入更这个严重的犯罪被害者的时候，我们才去介入。影片当中的剧情非常踏进日常生活，教育局甲学校希望会当透过影片，会当帮助更侪学生留意网络顶面隐藏的危机，了解现今的网络犯罪形态，避免有人受害。台南新闻杨淑怀采访报道。